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7月2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职业背债人。关于职业背债人，大家恐怕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这涉及到灰色和黑色产业。今天我看央视有一篇报道，它详细的通过一个案例，对这个案例详细报道，曝光职业背债人的产业链。这个可是央视的报道，说的是福建有一位53岁的黄某礼。这个人无固定工作，平时就靠打零工过日子。有一天，他就跟一家做包装袋的贷款中介，两人一拍即合，狼狈为奸呐！明知道这是违法的勾当，但是抱着白得一笔钱的想法，这个黄某礼就跟这个贷款中介进行合作。于是，从未有过任何征信记录的白户黄某礼，在贷款中介的包装下，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有工作单位、有收入证明、有工资流水。有了这些之后，他就可以去买房，可以按揭贷款，可以申请叫装修贷，还可以申请其他的贷款。随后，黄某礼他又在村里面开了个证明，说他是农户。这样，在贷款中介的帮助下，他又搞了一笔农户贷。一共，黄某礼在同一个贷款中介的帮助下，从几家银行一共贷出48.2万。很显然，他是没有钱去还这个贷款的。这个48.2万贷款也不是全部到黄某礼手上，到他手上可以忽略不计，非常少。但是这个贷款是他背着的，最终是要他来还，所以黄某礼就成了职业背债人。那这个黄某礼为什么会成为职业背债人呢？为什么干这事呢？黄某礼他是受害者吗？他是真的上当受骗的吗？我们一起看一看央视新闻的报道，大家看视频。通过黄某礼的这几笔贷款，这个央视也是不仅在报道里面画了示意图，而且他每笔还去核实、去调查。我最近在节目里面经常引用这个，或者是分享央视对骗局的报道，各种骗局。这个关于职业背债人产业链，这个可是央视报道的。我看经常有一些正能量在我这个节目下面留言，阴阳怪气的。我这个是引用央视的报道。要说唱空，要说黑，那也是央视在黑，央视在唱空。我只不过是转述。我看了央视的报道，我有以下几个印象或者几个结论。首先，第一个，所有的什么职业背债人，没有一个是受害者，他们都是犯罪，而且他们心知肚明，他们是故意的，就不存在那种说我啥都不知道，我身份证丢了，或者我们莫名其妙的去签了一个字，我就替人背了贷款，这个不存在的。如果没有这个职业背债人的配合，这个贷款是拿不下来的。所以说，应该对这些人要绳之以法。就是所谓的最后背着这个贷款的人，他是没钱还，你别看他可怜兮兮的，他是坏人，他是犯罪。你想一想，这个如果咱们说不太正确，你有本领，你真的贷了48万，你自己拿了，这还情有可原。他是知道这个钱他拿不到多少，他只是在里面拿一点，这48万他能拿多少，都是中介还银行内部人拿走了，他只是这个链条上的一小环，他拿一点点，最终他是背着最大的责任，这是活该。就是你配合人这么造假，你只得到一点点。我为什么说如果48万全他拿了，那你该担什么罪担什么罪，该担什么责任担什么责任，这个好理解。这不是我劝大家都这么干，这就不好比你买房子，你是真正的一个韭菜，你真的是花了48万去买了个房子，完了这个你按揭贷款还不上了，你失业了，48万还不起，这样的人大有人在。这个区别叫什么？这区别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他贷款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是非法占有。第二个就是银行，如果没有银行内部人配合，没有内鬼配合，这个贷款也是出不来的。银行审核稍微严一点，不是要严一点，稍微负责任一点，都不用你特别严，你只要负责任。银行查人家流水是很好查的，银行查他的贷款有没有还清也是非常好查的，但是他们就是不查，他就看纸质的，看纸质的实际上就是让贷款中介或者让这个职业背债人提供一个纸质证明，就给造假预留了空间。所以银行里面要抓一批人，这个银行的人跟包装贷的贷款中介相互勾结。我是不是上一个节目刚讲完深圳的这个贷款中介，为什么银行集体出来辟谣，
跟那个贷款中介划清界限。你再想一想，央视为什么来报道这个贷款中介？实际上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现在高频高贷，今天央视的节目里面也介绍了高频高贷，实际上把风险都已经留给了银行，因为现在房价下跌比较快，未来恐怕还要加速，那么这风险都是银行在担，银行到时候要集中要整治这些业务，所有的这些高频高贷都是由贷款中介帮着做的，没有贷款中介，你根本就贷不到这钱，你不可能高频高贷。央视报道这个例子啊，这个不是特例，这个是普遍现象，也符合战狼定律。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银行的那么多贷款出去了，有多少是坏账呢？敢想象吗？一边是胡适的这个银行股还在不停的创新高，银行的业绩还在不停的创新高，银行还在大量分红，一边是银行这边，你看看已经烂到根儿了。就黄某礼这48万，你别想要到，是不是坏账？你把它卖零件，它也不值48万。有多少个黄某礼？这还是对吧？这是违法犯罪。那你想象那些还有很多的真正的是按揭贷款的，背的在高点买了房，在这个正好按揭贷款利息最高的时候买的房，所以风险都在银行。最终你看看，最终的风险都在银行，因为这个贷款人他还不起，银行怎么消化这坏账？第三个就是房屋中介，这就让我想起了为什么我们天天看媒体报道，这个地方二手房火热，那个地方二手房火热。实际上这房价又在跌，这到处你真正想卖房的人好像房子卖不掉，大家有没有这感觉？想卖二手房的，真心想买二手房的，好像都不容易。卖二手房的房子一挂出去，半年没人问，不停的降价，你降得很才有人问。但是一边却又是这个我们看到的数字，这二手房交易火热。这一下你看看央视的报道，大家就能想象一下为什么二手房交易火热。所以我以前节目一直说，这个二手房交易它跟那个新房不一样，对吧？它的目的不是买房，都是倒贷款用的。你看这样还有骗贷用，所以再有媒体报道什么地方二手房交易火热，那恐怕也就预示着那个地方各种坑蒙拐骗更多。有多少是包装贷？有多少像黄某礼这样的人买了二手房，最后这房子到这个银行手上，这个房子它的价值被高估了，就是高频高贷啊。银行即便能把这房子卖出去，它也弥补不上它那个贷款，又是坏账。一共市场价格好像只有27万，20多万，多贷了20多万。你现在再卖它，恐怕就10几万了，它不一定能卖得掉。所以这个里面你看，通过央视的这个报道，咱们又知道了二手房交易量什么的火热，又创几年新高，这些数字根本就不可信。二手房交易非常复杂，它不是真正的住房需求。我看了央视的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实际上是银行，银行已经被这些蛀虫这种各种手段在侵蚀它，在掏空它，而银行这边也要粉饰它的报表，掩盖它的不良。看看上市银行的半年报，绝大部分银行净利润都是保持增长，当然也有些银行营收净利润是双双下降，也就是它已经纸包不住火了。不知道还能掩饰到什么时候。在上午的这个节目里面我说过了，你正常的贷款需求有的时候很难办下来，你不是缺这个就是缺那个，不太容易。但是你看这些职业背债，这些什么包装贷，对吧？他们把贷款贷出来，那是易如反掌，这就是内外勾结啊。这也是为什么深圳的贷款中介搞得动静一大，各大银行立马出来跟他划清界限，出来打假，就这道理。这个确实不是我在抹黑银行，也不是我在唱空银行，这是央视的报道。这个银行的问题有多大，大家自己去想。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